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係 2B 班9號曹傲雪啊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部好書，書名叫做《九色鹿》，作者係林秀慧，出版社呢就係寶寶。個故仔好得意噶，喺沙漠隔籬有個皇宮，皇后叫楚若人去森林度揾靈藥，點知楚若人唔小心跌咗落河，差啲冇命嗰陣，九色鹿救咗佢啊！楚若人想報恩，但係唔小心講咗九色鹿喺邊度，話咗俾皇后知。皇后同國王講咗之後，就派軍隊去捉九色鹿啊！神奇嘅故事發生啦！啲箭射過去，全部變晒花瓣啊！九色鹿同國王講：千祈唔好信呢啲唔守信用嘅人啊！最後楚若人走嘅時候，又跌咗落河啊！係抵佢啊！皇后唔單止攞唔到鹿皮衫，連國王都唔中意佢添。睇完呢本書，我覺得九色鹿真係好正啊！作者用太陽鳥嚟講故事，話俾我哋知，守信用唔貪心，識感恩，安逸係好重要噶。本書唔單止好睇，啲剪影同埋插畫靚到好似古畫咁添，我真係超級中意啊！而推介俾大家。